我的心静静全无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大摇动。主啊，主爱也是属于你，因为你照逐人的所行来报应伊。请敬拜赞美团来敬拜我了。各位兄弟姐妹平安，真欢喜，咱会当来俄勒主，请咱起立来做伙来用欢喜的心情来俄勒咱的主。透早起来，俄勒主，透早起来。俄勒主，透早起来，俄勒主，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咱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俄勒主，透早起来，俄勒主，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性命。我将我的性命交托伊，因为伊是守守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这万民的主宰。透早起来，俄勒主，透早起来，俄勒主，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俄勒主，透早起来，俄勒主，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好，咱今晚向你的隔壁厝边甲讲，哈利路亚，信耶稣真好。透早起来，俄勒主，
透早起来，乐主，透早起来，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乐主，透早起来，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性命，我将我的性命交托伊，因为伊是守守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民的主宰。我将我的性命交托伊，因为伊是守守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民的主宰。透早起来，乐主，透早起来，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透早起来，乐主，透早起来，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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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感谢主上帝创造万民，予阮着按伊来而乐。我的心啊，我的心啊，着乐耶和华，但论一切奇妙你所做。我要敲吹你甲你的团体，予人知影你就是耶和华。除你以外无别的上帝，除你以外无反无军队。啥人像你为我强比江西，使我做歌手输丰盛的我名。对你出家己乐，万民你是你手里奇妙创造。我的心啊，你着乐耶和华，对你出家己乐，对你出家歌，万民拢是你手的奇妙创造。我的心啊，你着乐耶和华。我的心啊，我的心啊，着乐耶和华。咱们对这奇妙你所做。我要敲吹你甲你的团体，予人知影你就是耶和华。除你以外，除你以外无别的上帝，除你以外无彼无军队。啥人像你为我强比江西，使我做歌手输丰盛的我名。对你出家己乐，万民
拢是你手的奇妙创造，我的心啊，你着学了耶和华。伫你的脑那关，你的慈爱推敬畏，你的也当管，相当像你的条路顶完全，对你赐教你了。对你赐家己乐，万物拢是你手的奇妙创造，我的心啊，你着学了耶和华。伫你的路那关。慈爱对敬畏，你的也当管，谁人像你的听路顶完全？请咱即马安静心。请咱安静心，伫主的面前。这个时阵，就是你甲主讲话的时阵。对这个礼拜，从你拄到的代志，无论欢喜的，还是生气的，还是你心内无平安，有疼痛，你拢会当向主讲，因为伊是咱的主。伊欢喜听到阮甲伊讲话，向伊而乐，因为伊是信实的上帝，伊是永远的招伴。为的引带，阮拄着烦的时阵，就免惊，因为伊是信实的上帝。咱三个来唱这首歌。我的心安静，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聆听好，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聆听好。听你的声，我的牧者，我心所听，放了家己，予你引带。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招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袂放散我。
愿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我的目者，我心所听，放了家己，予你引带。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照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袂放散我，愿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照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袂放散我，愿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啊，求你安静阮的心，求你互咱即马着单单的来仰望你。求你互阮的心会当那安静，伫你的面前来听你所教示阮的。阮知你是信实的上帝，求你伫阮拄着困难的时阵，阮会当向你呼叫，仰望你，因为阮知你袂放弃阮，因为阮知你是咱的主，也求你伫刷落来的礼拜，甲咱同行，伫咱的身躯，伫咱的身边，阮感谢你，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奇妙圣名，阿门。咱来吟圣诗113首，我来调见你。救赎我的主，吟第1节、第5节，第1节、第5节就好。
请起立吟全首，入1节到5节。咱犹原徛伫用四道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毕业道任内受苦，顶12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文第33篇。启应文第33篇，也是诗篇139篇。我来启，请兄姐来译。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对真远，你嘛看袂出我的心思。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你已经知我要讲啥物，你亲手保护我，遐尼关心超过我的了解。走到倒位，我才会当多谢你。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还是去到日落迄边，你的只手嘛会扶持我，叫暗暝甲我惹早。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沙较多。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互阮今仔日为体会主耶稣受死的痛苦。为着你的慈爱，充满救世的爱心，伫你圣囝的身上显明出来。为着甘愿为高尚的目标来背家己的12架，军队主的人，因乐意奉献，来做大众传播事工，
恩正人宣扬甲见证福音，并且忍受一切忧伤痛苦，来建设永远无变的喜乐。这人求上帝纪念因的辛劳，互因力上加力，福上加福。因为被上帝你喜爱这顶好的人，愿学了你的性命，愿荣光尊贵权能，永远归伫爸囝圣神三位一体的上帝。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来共读上帝的话，圣经记伫诗篇15章第1节到第5节。今仔日要读的圣经是现代台语译本，毋是华本，是台语译本。上主啊，什么款人会当住伫你的步边？什么款人会当徛起伫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对心底讲真实的人。伊无用喙舌中伤人，伊无陷害朋友，无四假造谣、诽谤厝边。伊的目睭藐视做歹的人。伊咒詛，虽然家己吃亏，嘛无改变。伊钱借人，毋是为着利息。伊无受暴露、陷害无辜的人。做即款代志的人，会永远徛在。第二位是哥林多前书11章1节。哥林多前书11章1节，恁着学我，亲像我学基督。请小诗班来赞美。
仔是大众传播奉献主日，总会的郑英仪牧师要来为咱来正道，伊的正道题目是《基督的门徒》，基督的门徒。各位所敬听，咱桃园教会中职兄弟以及陈牧师，大家平安。真欢喜早起来到咱桃园教会，甲咱做伙对早起的华语礼拜，甲头大台语的礼拜。咱的礼拜中间，真感谢是充满娱乐的声。无论咱的敬拜娱乐，头大圣歌队所吟娱乐的诗歌，咱拢会当更加体会。每一遍咱用这款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款的娱乐感谢，互咱甲上帝更加亲近，嘛有咱更加去学习，怎样伫咱的生命中间，会当时时刻刻真正成做上帝所欢喜基督的门徒，请咱搁一遍三个同心来感谢。创造宇宙万物，也特别赏赐阮人有上帝你家己的形象。互阮的一生会当经验你无尽的疼、恩典、祝福，保守阮人生时时刻刻学习活出上帝你的欢喜。感谢你，互阮再去用心灵甲诚实，搁一遍来照顾你。愿上帝你的圣神特别这个时阵引带阮，互阮对你的话定心的看见。定心的决志，互阮一生会当荣光你的性命，利益众人。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真感谢咱拄啊，伫礼拜开始的时阵，咱的敬拜娱乐吟3条诗歌。咱的第一条诗歌伫遐讲，咱伫迄个中间要安怎？透早就要安怎？啊，然后呢？学了了以后安怎？见到耶稣，对无？我就问恁，恁有见到耶稣啊无？有啊无？唔敢确信呢？咱唔敢确信，耶稣唔是咱所想象。迄个一定爱看会到、摸会到的物件啦。今仔咱咧相信的上帝，你摸会到袂？摸到的野手无嘛？看到的野手嘛无嘛？对无？那呢，咱是敬拜啥？咱敬拜看袂到，但是经验袂到袂？你经验袂到袂？会啊，所以见到毋是讲你真正看到啦，是你有真正体会到上帝伫即个时阵来引带你，来听你，要互你听见伊的话，互你欢喜用你的生命，真正跟对上帝勇敢向前行。各位亲爱兄弟姊妹，他带咱有吟圣诗。新圣诗的113首，这条歌是伫咱的圣诗中间一首，咱500年来全世界长老宗甲改革宗的创始者，就是加里姆牧师所写的圣诗。这首圣诗的第5节特别伫遐讲你就是活命，我对你生存，除去你以外，别位无望。主你有应允，所信无空空。因为亲爱兄弟姐妹，我要问恁，恁有真正安尼确信也无？差不多1/3的人确信，其他的人呢？其实我甲咱讲呢，吟圣诗是你的信仰告变呢。圣诗祈祷，甲你的祈祷同款呢，是你逐日当你真正讲出来的话，行出来的生命。拢是你的信仰告变呢。加里姆所写的圣诗，每一遍你来吟的时阵，你会深深去体会到加里姆牧师怎样，你真正用生命，会记得是生命，每时每刻咧想，怎样会当
体会，这个信仰毋是空空，毋是外表，毋是看会到遮尔水的同教会礼拜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今仔日1265间的教会，真少间教会会当像咱有遮尔水的礼拜堂。我坦白甲咱讲，我去过礼拜堂吼，同教会绝对是排头前10名以内的啦。我2005年到2013年所牧会义工教会，你有人捌去过无？捌听过无？义工教会捌听过无？迄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1260间的教会，伊一间用黑暗发生的所在，诚做教会，就是一间叫做义工教会。3个人互伫遐杀死无杀的所在，咱的教会今日甲伊买起来做义工教会。当时我甲人讲，义工教会礼拜堂加起来嘛无恁即马礼拜堂的1/3。敢若恁头前这个亭啊，差不多阮教会就是遮大尔。但是，遮尔水的一个礼拜堂，今日早起你读诗篇15篇的时阵，15篇咧甲你讲，什么人会当来到上帝的殿院敬拜上帝？15篇咧甲咱提醒，今仔日咱每一个人，上帝所提供的救恩是无条件的啦，无甲你限定，你今仔日都要用什么款的条件才会当来见伊，总是真重要。是你为什么要来见伊呢？你为什么要来敬拜？你为什么是留伫教会，家己看电视就好，留伫厝里就好？为什么你要来到同教会？甲同教会，但牧师、中级兄弟做伙礼拜？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诗篇15篇要甲咱提醒。今仔日当咱要诚做基督的门徒，咱要用什么款的心来亲近上帝？当然包括主日礼拜，更较重要包括你家己的灵修生活，你的祈祷，你逐日所活出来的性命，遐个拢是咧学习怎样诚做一个上帝所欢喜的儿女。所以其实，当咱早起咧读诗篇15篇的时阵，是各别人咧鼓励咱，互咱愿意用更较亲密、积极、正面的态度来亲近上帝。这是诗篇15篇要甲咱讲的，怎样用这款的正面、积极的态度来到上帝的面前，甲伊建立真实生命的关系。这个就是基督信仰。这信仰不是空空，不是表面的，不是看会到的。这信仰是伫你甲上帝的关系中间，你会当实践出来。所以早起，咱要对诗篇15篇，对3方面3角来看。伫遮这个作者，当伊要去到耶路撒冷圣殿的时阵，伊伫遐咧提醒家己。当伊每一遍来到上帝面前，伊要怎样学习，诚做一个上帝所欢喜的门徒。第一，要诚做基督的门徒，要诚做一个谦卑、顺服上帝旨意的人。来到上帝的殿院，来到上帝面前，就是要学习，诚做一个谦卑、顺服上帝旨意的人。诗篇15篇的第2节伫遐讲，什么款人会当住伫上帝的殿院？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对身体讲真实的人。各位亲爱兄弟，基督徒今仔日，咱行为正直甲公义，是因为咱要实践上帝的旨意。所以今仔日，咱为什么要来亲近上帝？亲近上帝，伊的条件就是你愿意听到伊的声。你愿意听伊的命令、伊的教示、伊的要求，若无你毋免来；若无你毋免读圣经；若无你毋免祈祷，敢毋是？各位亲爱兄弟姊妹，你今仔敢抱这个心来到同教会参加主日礼拜？你是毋是要听上帝的声？有啊无？有啊！恁拄啊敬拜学了第3条歌讲啥？歌词真正拢袂记哩啊吼！你有讲安怎？
讲我的心安静，有无？我的灵安怎？听候，听候啥？听候上帝话临到咱的心上。你位亲爱兄弟姊妹，心安静，灵咧听候，这就是今仔日咱讲心灵甲心是啥？咧亲近上帝。所以，亲像约翰福音书第4章23节，耶稣对个撒玛利亚妇人人甲伊讲：敬拜毋是看地点，毋是看什么人讲道，毋是看礼拜堂偌水有管风琴，有演奏的钢琴，毋是。礼拜重要的是啥？你的心灵甲诚实。人虽然坐伫遮，心若无伫遮，嘛无效。因为真爱兄弟姊妹，上帝话无法度入去你的心内，无法度入去你的生命内底，迄款的敬拜嘛，毋是真正的敬拜。真正的敬拜是你的心有开，你的生命愿意接受上帝的话，你愿意将做一个谦卑顺服上帝旨意的人，迄款的敬拜才是真正上帝所欢喜的。各位，若无安尼，圣经读100遍嘛无效，圣经拢编起来嘛无路用。今日敢若叫你免来礼拜的款吼，毋是这个意思，是咧讲今仔你若要来礼拜，你就真正伫迄个中间体会到上帝甲你的关系。礼拜中间若无体会到上帝怎样甲你建立关系，迄毋是礼拜。圣歌村伊唱的歌足好听，牧师讲的讲道内容足好，总是若无互你甲上帝的生命结连，遐拢无路用。因为亲爱兄弟姊妹，要哪结连？就是你的心灵甲诚实，真正愿意谦卑顺服上帝旨意的人，才有可能听到上帝的声。若无，正平礼拜倒平就出去啊！今日礼拜伫遮你所听到的，可能礼拜煞出去，饭食了就无去啊！各位亲爱兄弟姊妹，2005年到2013年，我伫义工教牧会中间，我常常笑念一位真谦卑的信徒。总是一般人对这个信徒的理解，大部分恁看到伊拢是伫电视的顶面、伫街头顶面，足大声为着台独运动伫遐出声。这个人就是台独联盟永远的主席，叫做黄昭东主席。总是伊伫义工教会，我拢叫伊昭东兄。伊是非常谦卑的基督徒。伫教会做礼拜，讲话真细声，总是伊就爱唱圣诗。有一段时间，伊嘛参加圣歌队，总是发现伊的声甲人袂合，所以伊就毋敢去参加圣歌队啊。真侪遍，亲像安尼咧做礼拜的时候，我伫讲台顶看伫下骹，伊徛起来，伊巴肚较大圈，所以若徛起来无法度徛伫椅仔甲椅仔中间，伊爱徛伫走廊啊遐。伊摕圣诗咧吟圣诗的时阵，真侪遍我看到伊哪吟哪流目屎，看到伊伫迄中间咧体会信仰是怎样，伫逐日的生活内面去体会到。上帝恩典是这样真实，临到伫伊的心上。虽然伊到2004年的圣诞节，在伫义工教会伫考生道牧师印刷下面写咧讲做基督徒。在2007年，义工教会25周年，我们出一个特刊，请伊写一篇见证。后来写出来见证讲黄昭东的忏悔录。迄篇见证内面家己讲我无资格称做基督徒啦。因为亲爱兄弟姊妹，伊遐咧讲，我若毋是上帝恩典甲救赎，我嘛啥物拢袂当做。这位黄昭东兄弟，32年为着台独运动，伫日本诚做黑名单，袂当返来台湾。包括家己母亲过身，嘛袂当返来参加妈妈的告别礼拜。也是讲个别式，总是今仔日当伊诚做基督徒的时阵，伊咧学习的是怎样伫家己的生命中间
谦卑顺服伫上帝面前。各位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要讲这基督的门徒头一项，时时刻刻提醒家己，讲这一个谦卑顺服上帝旨意的人，若无上帝无法度改变你。上帝的话、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救恩，甲你无关系。所以头一个一定爱记哩，要真正亲近上帝，要讲这基督的门徒，爱提醒家己，讲这一个谦卑顺服上帝旨意的人。第二项，除了讲这谦卑顺服上帝旨意，爱阁进一步欢喜甘愿，用咱的性命来归荣光上帝。这是讲这基督的门徒第二项，爱常常提醒家己的，怎样真实用咱的性命来归荣光上帝。诗篇15篇的第3节甲第4节的上半段安尼讲：伊无用喙舌中伤人，伊无陷害朋友，伊无世界造谣来诽谤厝边，伊的目睭藐视做歹的人。伫这2节所咧讲的一个基督徒，就是怎样伫咧中间咧看见，今仔日上帝互咱人的器官是规千规万伫咱的身躯顶，总是这器官所造成的一个人的性命。人的性命一生的目的是啥？就是要互人对咱的心肠、甲咱的一生来看见上帝的荣光啊！诚做长老教会的信徒，一生上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怎样互咱的一生对咱的心思意念、咱的性命的展现、咱的人际关系、咱的社会生活，甚至到你的国家的认同、人生一切所有学习，就是要怎样用咱的性命来归荣光上帝。所以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底下讲：所以恁无论食，无论啉，无论做什么，拢爱为着荣光上帝来做。保罗毋是干那提醒初代教会、哥林多教会信徒，保罗是咧提醒2000年来所有教会甲基督徒，请恁无袂记哩，你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归荣光上帝。特别长老教会信徒，咱今仔日怎样伫一生的中间，通过你的行达、你所做的代志、你所讲的话、你所接触的每一个人，你要将这个归荣光伫上帝。长老教会创始者加尔文一生尽忠拍拼，要归荣光上帝。到伫伊要死的时阵，千交代万交代一项事，袂当替我做墓碑。加尔文伫遐讲今仔日若看到一个人的墓碑，钟靠面，这是伊的名，倒一年几月几日出世，倒一年几月几日安息。检查下骹阁有其他的话，总是你看到安尼的时，你会想到这个人一生伊的成就偌大，伊偌伟大，做偌一个真好的代志，总是常常安尼拢袂记哩。若毋是上帝的关联、稳定甲疼痛，这个人其实一生袂当做什么。甲你们讲，我的一生，若毋是上帝拯救我，若毋是上帝稳定疼痛束缚伫我的心上，我一生什么拢毋是。各位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500年来啊，你若去到瑞士，去到日内瓦，安那找无加尔文的梦。目的是啥？加尔文歪抢夺上帝的荣光。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虽然长老教会常常咧提醒，毋通用人的名去设立一间教会，嘛毋通用人的名去设立一间学校甲病院。当然，长老教会咧讲马偕病院的时阵，爱会记哩。当初马偕牧师炸弹的$3500，是有一个马偕村长的太太。捐予伊$3500，请伊返来台湾去一间嘉义馆。这嘉义馆是咧纪念啥人？是纪念迄个村长叫做甲马偕共名啦，叫做马偕村长啦。所以嘉义馆是咧纪念啥人？是纪念马偕村长，毋是咧纪念马偕牧师呢。马偕牧师伊怎样活的呢？哪有咧纪念伊家己？所以嘉义馆
毋是咧纪念马偕，总是1901年马偕安好了。马偕病院1912年刷来，即马咱所看到中山北路的时阵，迄个时阵的马偕纪念病院，可能都有包括纪念马偕牧师伫内底啦。总是对长老教会信仰精神，咱是常常咧提醒，一切归荣光上帝。这是长老教会500年来上重要的一个信仰课题。第三方面，真做基督的问题上困难。总是上需要提醒的，就是咱在甘愿牺牲受苦，真做祝福别人的人，才当真做真正基督的门徒。甘愿牺牲受苦来祝福别人的人。诗篇的15篇第40的后半段到第5节安尼讲：伊咒詛虽然家己揭开，嘛无改变；伊钱借人，毋是为着利息。伊无受贿赂、陷害无辜的人，做即款代志的人，会永远徛在。因为亲爱兄弟姊妹，虽然家己揭开，嘛无改变。钱借人，毋是为着利息，伊袂去诽谤别人、陷害别人，互遐无辜的人受害。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基督徒的人生观、甲价值观，甲一般人到底有啥物无共款？基督徒有疼家己啊无？有啊。但是基督徒甲一般人上大的无共是啥？是咱更较愿意看见伫别人的艰难的困苦的顶面，去发现咱的责任甲使命。也就是讲，基督徒常常学习耶稣基督同款啦，伫别人的艰难困苦的顶面，去看见上帝咧提醒咱什么款的信仰课题。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讲：一体受苦，百体当受苦；一体得到荣光，百体当得到快乐。今仔日2000年来，每一间教会，伫教会内底兄弟姊妹彼此的相疼，迄就是耶稣基督所咧讲的。恁若相疼，众人看出恁是啥？我的学生。若袂晓相疼，当然毋是教会，嘛毋是基督徒。总是保罗甲耶稣伫遮所咧讲的疼，无停留伫教会内底啦，是要踏出教会，带到伫咱的厝边头尾，做受苦的性命。马可福音书第10章45节，耶稣一生上重要的信仰告别，伊伫遐讲人子来，毋是要互人服侍，是要服侍人，甚至为着救赎众人，献出家己的性命。耶稣真清楚咧讲哦，伊道成肉体来到世间，伊毋是要互人服侍哦。所以为什么每年的圣诞节，你咧庆祝的时阵，你会发现耶稣出世的时阵，那出世伫台湾，一定伫马偕病院吗？一定伫圆山大饭店吗 ？No， 耶稣今日出世伫台湾，一定出世伫什么所在？上垃圾、上黑暗、无人爱去的所在，检采是低调啦，也是比低调更较垃圾的所在啦。耶稣是安尼出世的呢？为什么？你表达今仔日上帝真做人来到世间，是要为着人来世间的呢？为着人类要得到出头天，得到上帝的疼，耶稣来到世间。每年的圣诞节，咱咧庆祝，就是庆祝耶稣为着受苦的性命，互因得到5万来到世间，这叫做好消息。今日教会若是咱圣诞节是家己咧庆祝，毋免庆祝，完全无意义。你若无将基督带互世间人5万听平安喜乐带出去教会外口，遐庆祝是毋是耶稣基督所期待的啦？那位亲爱兄弟姊妹，耶稣心肠今仔互咱看到，就是怎样伊愿意为着别人牺牲受苦愈济，伊愈体会上帝恩典疼痛拿加添伫咱的心上。
2000年来，侪人跟对耶稣基督的脚步，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为着别人牺牲受苦，然后又发现伊的恩典、疼痛、祝福哪加天。今仔日基督教若要讲是一个宗教信仰的时阵，伊上大的见证就是啥？一个人今仔讲做基督徒，原来过去敢若上济听因厝人的人。结果今仔讲做基督徒了，会当去听迄个毋捌的人，会当听迄个无共宗教的人，会当听迄个批判因、指责因的人。这是啥？这是基督信仰呢？基督信仰就是互咱今仔日毋是听家己，讲做基督徒啦。耶稣基督若要听家己，伊免为着咱死，何况伊才33岁，准备30年，竟然敢若为上帝国传福音3年。那我会亲像耶稣甲上帝讲，你上无嘛，搁我加我5年、10年，毋是当救搁较侪人。谁人要互我传福音3年，就要叫我转去。去西马尼园，耶稣最后甲上帝祈祷，就是这个意思。上帝啊，求你将这个苦杯摕转去。总是若是你的旨意，我愿意顺服。耶稣今仔日无罪的人哦，伊无做毋对的人啊，竟然为着咱的罪死伫十字架顶。各位亲爱兄弟姊妹，你担别人的罪，互人判罪，为着伊死，你甘愿无？耶稣今仔日为着咱毋捌的人哦，2000年后的咱，伊嘛为着咱死伫十字架顶呢，替咱流血，替咱拍破家己的身躯。这款的耶稣基督常常咧提醒咱，今仔日咱要讲做基督的门徒，咱都要常常愿意，亲像耶稣基督同款，甘愿牺牲受苦，讲做别人的祝福甲愿望。这就是今仔日咱咧学习的，讲做基督的门徒，是常常爱讲做别人愿望的记号。1985年32届总会通常议会通过台湾基督长教的信仰个别，拢总5段。对第1段的上帝观、第2段的圣经观、第3段的教会观、第4段人观，甲第5段的社会观。其中第3段的教会观最后4句话安尼讲：阮相信阮的教会是定根伫台湾本地认同所有住民，通过听甲受苦来讲做愿望的记号。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台湾基督长教今仔日1260间的教会，25万的信徒，咱拢常常咧要求提醒家己，定根伫台湾认同2300万的住民，通过咱的牺牲、受苦、关怀、付出，成做台湾愿望的记号。小等咱的吟最后的徛家。这是我拜托咱特别要吟的一首圣诗。这条歌是马街要过身前1-2年写的一条诗歌。这条歌咧讲起着伊28岁来到台湾，直接娶台湾某、生台湾囝、食台湾米、啉台湾水，到最后57岁死伫台湾，佮最后待伫台湾。这条诗歌内面伊咧讲，我心所疼惜的台湾。我心袂当挂虑的台湾，我一生的青春、快乐、欢喜，拢伫遮。所以台湾是我最后的徛家。各位亲爱兄弟姊妹，马街做一个加拿大人，伫上帝使命要求的下面，伊最后来到台湾，伫遮将伊年日最后29年奉献予台湾人民。伊其实传福音的过程，碰过真侪艰难困苦，总是怎样伫迄中间确信上帝爱伊行的路。各位亲爱兄弟，今年2月14日，咱所敬听的高俊明牧师90岁，上帝调伊转去。伫2年前的3月，前卫出版社有替高俊明牧师出一本叫《高俊明牧师的回忆录》。这回忆录下面的副标讲：磨难苦杯下面
的一个信仰甲实践。高牧师一生咧回忆，伊的一生是一个磨难苦悲下面的一个信仰甲实践，也就是讲，为着基督信仰，面对艰难困苦牺牲，是上帝予伊的恩典、疼痛甲祝福。1977年8月16日，台湾基督长老教要发表人权宣言。当这的牧长要草拟人权宣言的内容的时阵，因每一个人写好家己的遗书，然后才开始草拟今日咱所看到的人权宣言。迄个时阵咧面对中国甲美国要甲中国建交，台湾咧面对真大危机的时阵，咱长老教会发表人权宣言，请政府爱促请政府台湾成做一个新国独立的国家。今日一本册内底122页，你真清楚看到当时郭正明牧师所写的遗书。这个遗书伊无互郭牧师娘看过，总是看伫因厝，囥伫因厝里，因上接的拍开的迄个算讲的橱仔内底。望若真正伊爱为着发表人权宣言，牺牲性命的时阵，要互郭牧师娘知影，伊甘愿欢喜。因为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诚做基督徒，若讲咱请写遗书写了才诚做基督徒，那我想咱无人要诚做基督徒。我常常咧回想20年前，1999年的4月18，迄天拄好礼拜日，因为迄年的4月初10，有一群台湾勇敢的乡亲发起公投绝食的活动，包括副召集人是咱的郭正明牧师，包括黄昭东主席、李胜宏长老、大清德立委，拢做参与伫即个公投绝食的活动，伫立法院的广场。迄个时阵，我拄好是总会教社干事，所以我有真侪时间伫遐陪伴因。已经绝食一礼拜啊，4月初10开始，4月18迄天拄好礼拜日，郭牧师甲我讲英日牧师，咱来带现场，这20几位台湾乡亲做伙做主日礼拜，好无？我看到郭牧师已经绝食一礼拜后，伊阁遐尼勇敢，讲要带这个人礼拜，我当然甲答应讲好。迄天郭牧师讲道，我徛伫伊的边仔，派迄个大声公，我印象真深。郭牧师引用《路加福音书》第13章31节到33节，这段圣经记载是法利赛人来甲耶稣警告，讲你来赶紧离开耶路撒冷，因为希律要甲你杀死。总是耶稣伫遐回答是啥？就是郭牧师所讲的回答。今仔日、明仔日、后日，先知爱继续向前行。先知袂使受杀死伫耶路撒冷的城内。郭牧师用这段话鼓励在场的兄弟姊妹，嘛提醒家己，伊要亲像耶稣同款，唔惊死亡，也是一个勇敢向前。虽然迄天下晡，郭牧师因为高血压，身躯无爽快，嘛伫迄个所在感谢上帝。当时我负责的教社委员会有请彰化基督教病院派一台救护车，一个医生护士，马上伫迄中间会当关心这个为着公投绝食，而这个勇敢的台湾的乡亲。总是每一遍想到这，就想到郭牧师的一生，怎样也是一个军队耶稣基督，甚至死嘛甘愿。各位亲爱兄弟姊妹，感谢上帝，互人看见做咱的信仰的长辈，因怎样伫信仰的顶面咧坚持上帝交代的使命甲责任。早起，我代表新港广电视台来到咱的中间。新港广电视台是咱总会所设立的一个媒体事工，总是伫设立到即马，拢一直面对财务上真大的困难。所以新港广电视台这2年转型成做一个新媒体的事工，互咱会当用手机，逐日会当灵修，毋是搁伫用迄个
有线电视台顶面，总是这个新眼光电视所咧代表，是咱的教会怎样今仔日通过各种媒体的方式，将上帝国的平安甲喜乐，无停留伫咱的教会中间，无停留咱25万的信徒中间，要带到所有性命艰苦、毋望得到平安喜乐的台湾人民的心上。各位亲爱兄弟姊妹，愿咱特别为着新眼光电视台所有同工关心、代祷、支持甲奉献，嘛通过咱的关心、代祷，互咱所有媒体事工、文字事工，拢会让常常甲咱教会共款，无论伫什么时刻，得时不得时，咱要将上帝听甲平安，通过咱的性命，通过咱逐日的生活，祝福临到伫所有台湾人民的中间。愿上帝帮助咱，包括上帝免禁的圣诗，圣诗22首，主上帝正手。这条圣诗真特别，是加勒比海、牙买加、牙买加的圣诗。这条歌咧提醒着上帝的手怎样引带咱，包括伊咧攻击遐无应该的自私骄傲，总是上帝的手常常要帮助咱、扶持咱，互咱每一个人拢成做上帝基督的门徒，一生归荣光上帝，利益众人，将咱三个同心来感谢。听我的上帝感谢你，我一边通过你的话鼓励阮、提醒阮、邀请阮，做伙成做你的同工。愿你常常互阮更较有信心、气力、勇气来坚持你互阮十字架的路。虽然阮自私，虽然阮真侪时阵要行家己欢喜的路，虽然阮真侪时阵互主你无欢喜，总是阮感谢你，因为你常常咧鼓励阮，也常常找见圣神，成做阮的安慰、帮助甲气力。愿你特别祝福阮所设立的新眼光电视台，常常伫你的祝福下面，会当将上帝你的话，将你要对台湾人民的祝福、平安及喜乐，通过阮所有的媒体，通过阮每一个军队里的信徒，带到伫最最上帝你要关心台湾人民的心上。感谢你，互阮有福分，会当成做你的门徒。愿你继续保守阮一生归荣光伫你，利益众人。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过来吟圣诗，圣诗22首，主上帝正手。请起立吟全首。
请坐。即时来奉献，请陈义兴干手足执事来示现。报告的大声来念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请恁来读两遍。恁着学我，亲像我学基督。哥林多前书11章1节，请。恁着学我，亲像我学基督。哥林多前书11章1节，亲像我基督。前书。来掀开第一页，过来5个初5的服侍人员，请你家己来关心注意。第2页周间的聚会请你到各团契去参与。第3页教会小组的聚会请你就近也是附近的组来参与拜三的聚会。第4页，代祷事项，请你为中间有需要代祷的人来代祷。第5页，奉献的明细，若有重大的，请你甲执事也是会计干事来更正。第6页消息报告，今仔日是4月28日，为总会所定的大众传播奉献主日，欢迎总会郑英义牧师来咱本会请安分享。请大家共同关心这个新眼光媒体宣教的事工并且为新眼光电视台为眼光来代祷甲奉献。第2，2019年
第一次的103学年度第一学期奖助学金的审查结果如下？老师，这是要颁奖吗？有颁奖吗？好，奖学金的部分，大专陈胜庭、陈以佳，高中职五专尤允约，国中张允爱、冰田蜜、赖和怡、陈冠伟。助学金呢，礼拜煞以后去6楼办公室领取。咱即摆奖学金的审查吼，会通过的拢总有7位是奖学金，其他16位呢是即个助学金啦。即个7位吼，即伊毋是讲伫咱的即个学校的成绩优秀以外呢，伫咱的教会有参与真侪即服侍，所以特别优秀的，所以有7位。助学金的嘛是共款啦，会出色甲即个伫学校的成绩拢真优秀的，咱才有选着所以这非常严格，咱即摆甲拍扑一下鼓励一下，对。咱即摆要来请牧师甲咱颁奖，大专组来。陈伟嘉，高中组，伟嘉吗？伟嘉，好，你来发。高中组是尤允约，要不要叫到的举手。叫到了，往前站一步。叫到了，往前站一步。第三项，今仔日中昼12点半，要伫6楼办公室召开行政部的部会，请部员出席参会。下晡1点，伫701召开小会，请小会员出席参会。下主日5月初5是青年主日，请为伊的事工代祷。5月份的第周中集长老吴传兴，执事拜六是陈柏元，礼拜是赵美珠。第三项，5月份的生日，你若是5月份的生日，你后礼拜就来参加礼拜，互教会为你来祝福。后礼拜下晡1点，伫701的会议室要召开5月份定期的中集会，请中集出席参会。教界消息：徐胜峰牧师伫4月11日蒙主温调，已经伫昨昏下晡3点伫和平教会举行告别感恩礼拜。伊感谢讲伊捌受桃园教会的帮赞，
愿主安慰牧师娘甲伊的遗族。第二项，有要参加新竹中会上联部国外旅游的，要爬越双龙湾5天的游行的行程的说明会，时间是5月初9。咱教会有8个要参加，要参加的人，你爱会记得，伫5月初9上午9点，伫咱的7福日会议室要开说明会。迄天你爱带护照。上重要爱交钱啦！你欠人的钱爱交啦，汇款啦，19000块啦，会使刷卡啦。第三点，用绘本经营美好时光系列讲座，时间是5月18，内容请你家己来看关心。第四项，2019年志工基础进阶教育。认证的训练，地点是台北仁爱教会，时间是5月25到5月26，费用100块。若要报名，请到办公室来报名。报名的时间是5月初10截止。其他的消息，拄托合作社伫5月初5中昼12点，要伫7福日的教室来召开合作社理干事会议，请理干事出席参加。以下请牧师来补充报告甲介绍。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牧师一只来介绍，第一个来到咱中间做伙聚会的兄弟姊妹，一只来介绍一位林义君姊妹，刚好伫咱的中间。林义君姐妹，林义君，无吼。好，安尼咱做一解，咱用普仔声来感谢嘛欢迎今仔日通过即个大众传播的即个学园主日，来到咱中间的。地因离地牧师，咱用普仔声来欢迎甲感谢。下晡3点，教会教会要举行即个刘俊义传道红幕的感恩礼拜，牧师甲几位的即个同工会来前往，嘛愿咱每一个人为着咱前往的过程，直接为咱带导甲关心。以上一只做补充的报告。来吟上营，最后的徛家，有印伫咱的周报的第9页甲第10页。请起立，咱吟台语的。
伊大英百花会响射着，伊的那个当个一面来面，随着我一生不要行个。愿至圣上帝怜悯甲疼痛，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恩典，圣神保惠师为助者的扶持甲帮赞，甲咱众人三甲地地，特别甲新安宫电视台所有同工三甲地地，互因的媒体事工，成做台湾人民的祝福甲愿望，对此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请小士班来唱祝歌。电乐灭岛。
请起立来行平安礼，甲你的厝边隔壁讲，正人传扬见证福音，正人传扬见证福音。